湖南卫视2013第4季温情推出的大型明星亲子生活体验真人秀《爸爸去哪儿》，除了有耀眼的大牌明星和他们的萌宝贝倾力加盟，还意图把节目打造成一本80后父母教子百科全书，让爸爸和孩子一起成长。其中逆生长男神万年偶像林志颖和他的爱子 Kimi 的亲密互动尤为引人注目。在《爸爸去哪儿》转战宁夏录制中，在宁夏中卫沙坡头沙漠主题录制过程中，恰巧迎来 Kimi 的4岁生日，节目组为 Kimi 精心设计了一个沙漠主题的生日 party， 在夜色中的沙漠里埋下用彩虹荧光棒指引的路标，让小伙伴们顺着彩虹之路翻越沙丘，来到 party 现场分享蛋糕狂欢烧烤。而小伙伴们也纷纷送上祝福，表演节目。林志颖和 Kimi 父子首度对着摄像机合唱了林志颖的代表作品《17岁的雨季》。娱乐99整理报道。怎么样的心情，怎么样